今本日阿秀玲秀玲阿姐同大家來分享嘅你講送女兒送到苦頭生年嘅一些問題上段節目你講到嘅係身體嘅狀態啦，就係苦頭又係講你冇去好好照顧佢嘛，跟都話我想到我講以前嘅農業嘅沙皮嘅時節嘅生年嘅老皮，因為我嘅面無數數也冇相干咯，其實你哋係因為出去搞到真歡喜唔過一下冇強樣一下你看到嘅生意係講嘅當然嘅面都無數數，有冇老皮嘅上腹又無數數，你就要注意你皮下伊可能有咩事嘅，就會表示講可能冇照顧冇下冇照顧佢，一係講可能係冇細神，已經一陣嘢冇細神嘅還有你講到嘅精神嘅問題精神嘅苦痛嘅問題，比如講你在呢個時節你講較正面嘅就係你本身你嘅壓力狀態嘅，不過還有一種係你們用語言暴力、語言嘅暴力，生意壓力冇錯，你按樣嘢冇效，你按樣嘢我對你輕視望，你按樣嘢唔會變太嚴厲，你喊敗樣嘅，當你按樣談你把都會鼓勵佢唔過佢談久嘅，其實佢就冇信心嘅。我有壓力，過度嘅關心就有可能造成壓力。壓力係冇處理好，啲問題就會接得唔落。還有上段節目講到嘅係同幾年，同幾年嘅苦痛，比如講也講到嘅 TC 點、心情開，係直接看到嘅。心情開對中國人來講，大家就嚇唔會去講。我嚇排斥講安尼事情，不過係真係要讀到，我都會同新人講，唔做同人不卡人，也不卡人其他人咧，也係同先生，也係同認識咧，像沙皮工作人員來講，因為安尼問題都唔好發現，不過一發現就表示當嚴重嘅。冇錯，像同幾人，像有啲位，因為佢唔係夾死人咧，有時同幾人佢本身就會食酒，又係講食酒食太多，酒嘅煙頭誒，食酒嘅煙頭誒，佢強下死人咧，阿妹可能佢生活嘅壓力，佢同一個同幾人強下，嗰種有啲位東西佢發啲，可是佢會唔想去承認，佢會唔去面對，唔想去面對。死人有時我都會細還搞唔清楚都會各種小學佢可能同呀老師講。做嘛？給我搞嘅你講有性教育嘅考察，我考察，其實說都唔乖乖，當到細人就安尼，就家家同老師講，老師我卡嘅隻叔叔安尼對我，係立陣我就發現，唔過發現咪就當厲害嘅，就有安尼東西就冇辦法，就糾正落就慢慢睇上開，夾到清大，我哋輔導就可能我有嘅心理嘅輔導，係慢慢別講安尼問題咪嚴錯，係。騙人嘅問題，按怎樣去面對，怎樣去處理，係傷害變到較細。因為係講係一般嘅身體嘅苦痛，你真簡單就做得看到。唔係講真簡單就比如講本人發現嘛，佢本人發現，比如講像嘅身體有攏嘅，你做得看到。唔過心情佢嘅問題唔點樣容易看到。就像阿秀玲講嘅，按樣嘅事情，一般嘅中國人，唔好講中國人其實係人就他。較難，因為佢要強嘛，你樣會來請按樣嘅證據，同大家來證明你係確實有按樣嘅情形。嗰種你看報紙也係看新聞報道嘅時節，一般來講都會千多年咧。你明白？有發現冇？一般來講按樣嘅事情低度過後，就至少為1-2年。1-2年以上嘅，要千到係10年以上嘅呢。有啲位高中長講，其實就可能唔止講，其實安尼係唔做唔得咧。其實就位老到講，像有啲位佢講。我係對唔好，因為人離不要寵同照顧，反正係當到問題有啲位如果拿錢幣，我搶食糖係像客我本人發現有可能做假姊妹嘢要談到，係一係叫客人談到夾夾講，咩有可能係叫做客家發現做夾夾處理，同其他人嚟作起來，叫做直接會離開嘅啦，就唔會變得係強下嘅啦。故說阿秀玲呢啲沒有呢個家父總是也會有接觸按樣嘅案呢。係，就肯定有啦。其實安尼東西微數達就微數都有可能，就盡量講有安尼嘅敏感度係，可能你有安尼乖乖，按做夾夾搞死人咧，也係同夾不卡其他他人講，唔可以俾人哋發生。冇唔錯，就像阿秀玲講嘅，其實你係講生人都到按樣嘅情形，佢但將喺身體嘅傷害，其實佢心肝度會有暗影，你講心肝度嘅暗影
也就是身體也好，你冇去照顧也好，你精神嘅問題也好，你心情會也好，其實對成人嘅身體上、心理上長期下來，佢都係創傷。如果古說按樣年紀結果會有樣嘅，其實青島嘅成人會有較唔好嘅情緒嘅問題啊，也係講你講反映講偏差嘅行為，比如較唔好嘅行為，比如講唔進步啊。自殺啊，有冇嗬？年紀嘅人格的年紀嘅發展有影響。應該係講有按你問題嘅細年，幾天有可能啊都疾權嘅啦，像佢我睡唔好，係我笨夢，我做噩夢，好，我有時像有啲位佢我睡冇嚟尿，有時嚟尿唔係佢身體嘅問題，有時係佢壓力嘅問題，有時佢我熬數字，做壓力咧東西佢我同你嘅行為上。表現出來，機會係冇處理好，係有可能機會想要跑你去對待朋友，係比如說夾不卡人也係夾學校嘅同學，係有一下冇順嘅人，佢就話要跑你嘅方式對待，因為夾不卡人再嚟對佢啊，結果鬧到按你做係壓嘅方式咧，嘅問題嘅方式。因為佢嘅壓力心態嘛，佢心都情感苦嘛，係處理好，佢就可以慢慢咧，佢哋講嘅係唔係。親好嘅方式，佢係用批嘅方式去同朋友講，同老師講，同老師來睇佢安尼唔好嘅問題。而想看像阿小平講嘅，佢係講書到按樣嘅情形，佢情感都艱苦，古所佢情感都係書到傷害，佢書到傷害佢唔對，因為嘅咧嚟前嘅出口嘅時節，可能超中而講嘅佢衰唔起，佢情感都係有一下講嘅小鬱症。有嗎？憂鬱症、小鬱症嘅問題就會變到似洋蔥，係講洋蔥嘅係你按樣對眼，唔對用嚟對你，故說你拋你對眼就拋你對你，故說也係是青島大家講嘅行為唔錯行為偏差，我真係拄唔掉嘅，我就唔進步，頭家係唔想做人都本打本唔罵本苦痛啊，做磨呀做出去，係尤其係太細人就話你哦，一下我就。按你看，我哋按你統計數量嚟講，一下12歲到18歲比率越來越多嘅呢。越來越多。我哋講12歲台灣12歲以後係成人咧，18歲以後係少年。按度講嘅保護嘅做18歲以下，全部係一下按你高中生咧數量又慢慢係高嘅。按樣造成另外一種問題就係講有青島嘅成人佢就唔見睇睇。係，佢話照佢啦，而家啲嘢當錢啊，佢網絡啊，佢就唔可以拖也不卡，佢就照所以帶來嘅問題行下檔，因為佢就變成將一下青島嘅失蹤兒童，有冇成人唔見睇，咁另外一種問題，不過其實一問題係一集嘅，因為按樣嘅問題，故說而產生，因為產生按樣嘅問題，一個問題存在過後又係有新嘅問題，故說佢就一個循環嘅感覺，談起來真係心情唔係易好，唔過係希望講做啲透過電視同大家來分享，要注意你身邊係咪有按樣嘅情形較關心一些嘅無天做啲朋友一些嘅幫助，叫動到成人嚟啦，真係係按樣嘅，就講一下嗬，你講到身體啊、精神啊造成嘅問題，其實外地阿小玲講一下苦土到屍體嘅問題係輕嚴重，係一下冇注意到苦土是咪？有像之前咩講電視新聞輕嚴重嘅，就講佢同幾年咩打到死，後尾也難到醫院，結果醫院冇辦法救嘅，苦土到死。有啲位可能爭3歲4歲，像你6歲以下盲突數嘅輕定嘅輕危險，因為佢冇人接觸佢，係嗰時候佢頭底擺頭夾嘅幅度比苦土都有可能苦土到死。有啲學校嘅。至少有線上6百人連3我看到，係從6歲以下，我識到苦土到死嘅等到都係6歲以下，盲突數嘅。真嘅係按樣嘅，其實也係原因哦，就苦土到死嘅原因當然係青島。比如講像阿小玲講嘅，因為佢係盲突數，佢哋6歲聽3歲4歲2歲，佢哋冇下，佢唔知要去哪位。咩唔可以叫啊？佢咩唔可以叫，佢只會叫聽。我叫。唔講佢叫，佢也講唔出來。係講唔出來。佢要叫聽，佢也講唔出來。故說。伊叫嘅時節可能佢有本人大，同幾年係要食藥嘅，也係食蕉嘅，佢咩冇辦法正常來對待成人嘅話，問題就會出來。係我哋其實1年來講，因為佢下10站嘅成人咧，做安尼，
嘿，就离开啊，安尼嘿，蛮伤痛的啦。真的。谈起来这安尼心情我倒冇啦。谈起来都要握拳的。嗰數講，人哋每辦嘅事情發生，係人大家可以來。大家向下來關心咩事情，係像個連山談到乖乖，你就可以打電話。真嘅哦，你乖乖你就打。哦，而且講談到而家連山嘅聲音，有冇等一叫，有冇叫字嘅時間，有冇叫嘅時間，要叫到很淒厲嘅時間，嚇，叫到動定人間嘅時間，而可能就得去注意，係去連山幾片關心你係。冇做講打電話到113，阿哋我去及。政府同阿哋位社會工作人員做一關係。迄個你真係唔點樣用嘅啥吼唔點樣用嚟處理吼，也係講講嘅連沙會吃到而係告密嘅人，工作人員就做得頭打電話去113係嘛？113，全國嘅電話，國父聲援電話。按用家父中心也會派工作人員，也係社工去了解一下，關心一下吼。不過也其實講到青島按用嘅問題唔係講一點鐘嘅節目做得講題，比如講一隻家庭底都有3個聲音咧，可能啲乜嘅原因哦，一個聲音有輸到苦頭，嘅其他嘅聲音看到也係會輸到，嘅心肝都係會有傷害呢。我係像我哋乜事當奇怪，像有啲位嗬2姊妹，可能做1集會比苦頭，1集唔愛。我哋乜事當奇怪，我哋要去同。全部我哋會安尼去看講到底乜嘢，我哋將比較用去服務咩？像有啲位係像以前有接片一隻，叫做妹妹當下，姐姐做嘛做苦頭，唔會插手佢，係因為我哋希望了解原來係也今晚結婚家下，也媽媽做有神康，結果就因為也就生人結婚，結婚以後又唔順勢。太人嘅想法就講，因為就結婚，因為是婚姻冇錯嘅，唔係嘅。嗰時候有啲生人我說誒，做嘛乖乖2個姊妹就按乖，做嘛太嘢不好學生唔係。而且帶你原罪下來嘅，就像前面講嘅婚姻嘅問題嗬，像有啲會離婚咧，可能一隻黑槍夾爸爸。叫做有真嘅會安尼投射吼，安尼因為他槍夾爸爸用來看叫做心情唔好，做個苦頭記。有啲話做安尼啊，做唔係生言問題啊，有啲當然生言一下我都發現吼，像生言過動，又係情緒障礙，係像安尼嘅生言問題咪越來越多嘅。阿爸咪可能照顧起來夾嘅壓力嘅狀態，佢唔管佢係看醫生冇看醫生，佢照顧當然安尼強下嘅壓力嘅狀態，有時唔拄好，就會。有樣嘅問題，係做樣嘅問題，所以咧，還有乜嘅問題，想請朋友聊下，你等下陣再來。